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Wake and Watch。轉眼間呢個頻道已經踏入第3年啦。我上年出嘅片，尤其係方言系列，為咗要有質量，我花咗好多時間聽一大堆歪理之餘，又要聽唔同牧師講嘅方言，上嗰啲字幕剪接，認真嘥時間，但係都係值得嘅，因為呢首勁歌金曲係古巨基20年前嘅作品，我諗啲90後都未必聽過。想當年流行唱卡拉 OK 啊，喺澳洲唐人街坐聽唱粵語版嘅話，一定俾人噓，除非你嘅歌喉好正又長氣啦，因為你至少8米80分鐘。你哋唔走想聽歌啊？仲唉，又冇準備咁點好咧？我聽到一堆。如果有人好想知道香港同埋台灣牧師點講方言嘅話，不妨嚟聽聽我剪接嘅呢首方言版勁歌金曲。唔係要你唱啊，你聽都頂唔順頭嗰幾分鐘啊。講下呢個頻道先，我嘅目的唔係要搞分裂，為咗持守正道，自然就要揭發假道。我喺 DK Final Generation 呢個頻道見到有人留言關於我嘅頻道同埋教會別鬧了呢個頻道，嗰個網友留言以為我離開香港教會，然之後去台灣生活。其實佢可以撳多幾個掣咪知咯。Wake and Watch 喺澳洲2022年2月22日成立，我係 One Man Band 嚟噶，唔係一個團隊啊。其實好多年前我都有另外一個頻道，不過已經荒廢咗好耐啦。今集就話俾大家知啦，成個頻道而家得翻2條片咋，因為我刪咗好多啲音質好差嘅教學影片。本身我都好想似呢啲投資頻道，教人投資股票、外匯、虛擬貨幣。後嚟我認為 Wake and Watch 更值得我花時間去搞落去，因為為神而做嘅更加有動力，所以之後都冇再拍任何片啦。最近有1-2個網友話我嘅片嗰啲圖片啊花碌碌咁樣，都唔知表達啲乜。其實有冇諗過可以上載我設計嘅圖片，問下 ChatGPT， 可能有意外收穫添。我等陣都會解釋一下點解同埋點樣設計呢啲圖片。另外我出嘅片唔係標題黨出嗰啲，有陣時我都唔想寫個標題上去添，因為一張圖片其實可以解釋好多嘢噶嘛。斐理牧師，這幅畫我為什麼在這個地方特別講這個事情？這幅畫叫做金子是我的，銀子也是我的，你要憑我的應許而活。你睇 NAR 嘅使徒腓力曼都法牧師畫嘅畫，張雖然都有標題，不過唔係咁多人明咯。佢嗰啲仲係花碌咯，仲要有叫價噶，至緊要有名目介紹，隨佢噏當秘笈。就算佢話呢幅係太陽大爆炸，教會都可能有人信添啊。不過我嘅圖片其實一啲都唔抽象。英文有句說話叫做 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上年第一個視頻係第42集，不如睇下呢幅圖先。咁大個標題寫住基督徒與 NLP， 但係點解要咁樣設計呢？由於真係好多基督徒未聽過 NLP 係乜，佢哋個腦一堆堆砌圖，好奇心促使佢哋衡量自己去唔去學 NLP。有啲基督徒認為 NLP 係危險嘅，有啲基督徒又去推崇。呢啲砌圖砌嚟砌去都冇一個標準答案。NLP 中文係神經語言程式學。當你開始學嘅時候， NLP 嘅導師會解釋乜嘢叫做次感元 submodalities。 視覺次感元包括顏色啊、亮度、大小、距離、清晰度；聽覺嘅次感元音量、音調、節奏、方向；觸覺次感元溫度、壓力、質地。呢啲細微嘅感官變數好影響我哋嘅思維同埋情緒。NLP 嗰啲教練啊，會教導大家點樣改變次感元嚟調整內在體驗。例如，當你冇力嘅時候，你可以幻想神灑金粉喺你身上，然後佢就輕輕撳你個頭一下，你頭上嘅嗰啲金粉可以令你重新得力。點解呢個神字用引號呢？原因就係呢個神可以係唔同宗教信仰嘅各位都得噶。你所見嘅、聽嘅、摸嘅，全部都係你自己幻想出嚟。就以剛才嘅例子，視覺次感元係乜嘢啊？金粉嘅顏色梗係金色啦，有幾光啊？閃閃生光。有幾大粒啊？粉梗係好細粒啦。距離喺邊呢？喺教會嘅天花飄落嚟，好清楚，個個人都睇到。觸覺次感元可以係神嘅手好溫暖，你個額頭有被壓住嘅感覺，神嘅手又好軟，
所以呢個圖片就係咁樣啦。如果你哋細心啲留意啊，喺呢度有個曼陀羅嘅符號，因為之前講榮格嘅時候有用過嘅。右邊黑色樹上面有兩隻雀仔，其實呢兩隻雀仔係有品種噶，就係呢種啄木鳥啦。我放兩隻啄木鳥嘅意思，並唔係呢個 John Baptist Church 網站提到啄木鳥嘅屬靈意思。呢度用兩隻嘅原因係因為 NLP 根源就係心理學，而基督教基於信仰。兩隻雀仔代表有啲基督徒會將心理學同埋神學二合為一，取得當中嘅和諧。啄木鳥可以探測隱藏喺樹皮底下嘅昆蟲，就好似 NLP 有助於揭示潛意識，而基督教強調傾聽神嘅旨意。所以第42集呢幅圖係咪 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 呢？另外要講呢幅更花碌碌嘅圖。第56集題目係關於梵文梵咒、印度教 Kundalini 覺醒同靈恩派被聖靈擊倒嘅現象比較。圖片設計上用咗好多個8呢個數字，8唔係代表法，而係嗰啲識講方言嘅人會講巴巴巴巴呢啲諧音式嘅方言。通常我們剛開始被聖靈充滿，說的方言都很單調的，單音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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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嘟啦啦啦啦啦。大家應該清楚睇到有個人嘅背影，但係呢個背影後邊又有個背景，其實係蓮花嚟㗎。蓮花同印度係好有關係。印度新德里東南面有間蓮花廟，佢背脊中間呢個圖案係脈輪。按照印度教昆達里尼嘅理念，當打通呢啲脈輪之後，就係昆達里尼覺醒。覺醒咗之後就識講方言啦。近期 Netflix 有套韓劇《外傷重症中心》，主角手臂上面有個好顯眼嘅紋身，有啲似呢個圖案。呢個紋身其實係由蛇、象、天使3種元素所造成，象徵住治療、醫療同埋健康。佢嘅起源係希臘神話嘅醫神阿斯克勒比俄斯拎住嘅蛇像。講翻第56集呢個圖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幾個英文字呢？ Live, Love, Love， 仲有呢個 mantra。頭先 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咁而家我用呢4個英文字嚟講一個好少人知嘅故事先。披頭四 The Beatles 同印度教好有關係，特別係1960年代後期，佢哋追求嘅 live 生活、laugh 歡笑、love 愛，並唔係而家網紅文化中嘅口號啊。披頭四將 mantra 梵咒同東方信仰融入喺生活同埋音樂之中。喺1969年 George Harrison 同印度教 Hare Krishna 運動嘅創始人 Swami Prabhupada 會面之後歸依印度教。佢回憶咁講， Prabhupada Acharya, spiritual master of the Hare Krishna movement, told me once that we should just keep chanting all the time, or as much as possible. Once you do that, you realize the benefit. The response that comes from chanting is in the form of bliss, or spiritual happiness, which is a much higher taste than any happiness found here in the material world. That's why I say that the more you do it, the more you don't want to stop, because it feels so nice and peaceful. 之後 George Harrison 定期去印度，從未對印度教呢個神明失去信心。經過靈性覺醒之後， George Harrison 嘅音樂有種強烈嘅靈性層面。佢喺1970年代創作嘅歌曲，經常將美國宗教音樂嘅元素，例如啲福音合唱團同梵語歌詞同印度樂器互相結合。1970年發行嘅 All Things Must Pass 可能係佢眾多唱片中最屬靈嘅一張，其中收錄咗 What is Life 同埋 My Sweet Lord。但係 George Harrison 嘅印度或者印度教嘅作品遠比嗰張專輯豐富得多。從佢2001年去世之後發行嘅最後一張專輯 Brainwash 洗腦啊，雖然歌詞有啲怪誕啊，但佢嘅信息仍然好清晰。如果你唔知道佢嘅背景，單憑呢啲歌詞仲傻更更地認為佢係一個好有恩賜嘅基督徒，咁大家以後唱啲敬拜歌就要小心啦。新紀元運動強調個人覺醒同埋自我提升，
追求宇宙能量、靈修、冥想、靈性導師嘅指引，以提升自身嘅靈性層次。但係基督教信仰，人嘅靈應當與神連結，唯有藉着耶穌基督，才能得着真正嘅生命同救贖。靈性成長係順服神嘅旨意，過聖潔嘅生活。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打好信仰根基，唔好俾一啲流行歌洗你腦。我哋下年再分享過。多謝你哋訂閱 Wake and Watch，拜拜。